我买新房的2个视频被平台下架了，本来挺开心的事情，现在弄得，所以说现在为什么要抵制网络暴力啊？你们看那些新闻上是不是啊？有些人受到了舆论的影响，他就会做出一些想不开的事情。像我的心态啊，在做自媒体的这个5、6年，已经是锻炼得非常强大了，但还是心里面会不是滋味。换新房对我和镜子来说真的是人生非常开心的事情，结果收到了几十条投诉，说什么这种视频败坏社会风气，啃老，要求下架。有些人说嘛，几百万买个房，这就是炫富嘛。现在炫富这个帽子真的是扣不得，要下架。我有些时候真的要求粉丝们，或者说是刷到我视频的朋友们能够高抬贵手。其实大家在评论前，你们看下面有一行小字，善语结善缘，恶语伤人心。当然我要先说在前面，有很多粉丝都是给我送上了祝福的，就是看了真的是挺开心的。但是评论区确实乌烟瘴气，很多人说我啃老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把最真实的生活分享给了大家看。我想大家摸着良心说说看，就苏州和上海，很多父母都给孩子准备了婚房，对吧？周围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我只不过是把这个买房的过程拍给了大家看，那也不至于被你们那么攻击吧。还有那些扣我炫富帽子的人，如果我这300多万在上海静安区或者浦东，估计只能买一个老破小。就真实现在1线城市或者准1线城市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大部分就是需要父母帮助的，只不过我脸皮厚，我把它发出来了。我想很多看我视频的朋友可能40、50岁、50、60岁吧，你们也都是有孩子的，你们孩子的婚房可能你们已经买好了吧，嫁妆早就准备好了吧，区别就是我把这些东西发出来了。那很多人说小刘你要独立呀，你们年轻人结了婚要独立，那我这里也想问一下，其实我们已经很努力了，有都在跑演出，我们也没有躺平。那么万一当代的年轻人很多独立不起来怎么办？那当父母的当长辈的就看他们饿死吗？如果换做你们会让自己的孩子饿死吗？还是结婚住老破小？那会不会有姑娘嫁给你家儿子呢？那还有很多评论真的是你看了之后你会五味杂陈。有个粉丝问我说，小刘你买的是不是揽月阁啊？我说是的，就是那个运河边上的小区。他就评论，这种超高层鸽子笼有什么好处的，送给我都不要。那就是这种话看了真的是我不知道心里大家伙是怎么感受。我们一家子对吧，父母的钱包加在一起换了个新房，变成了送给你都不要。那还有人说这种超高层有什么好的，着火了跑不掉，上下班电梯你等20、30分钟。然后我就在下面回复评论，我说我买的超高层里面的低楼层，这样上下班万一堵我还可以走走楼梯也很快。然后那个人又评论说，哎呀，这超高层鸽子笼你怎么买低楼层啊？那是景观房，当然是买的越高越好。然后我又回复我说，买的高你不是说着火没地方跑吗？不是说上班要堵吗？朋友们，就这些评论啊，真的看了要折寿的。那么在所有的这些投诉当中，最搞笑的投诉就导致我那个视频被下架，最致命的就是我发了那个视频之后流量很高嘛，100多万播放量，结果揽月阁的那个业主群里就说，这2天揽月阁生意很好，一天卖掉了6套房子，创纪录，一般一天能有1套就不错了。结果我的视频就被隔壁楼盘的投诉了，说我没有房地产资质，不能去发这些相关资质的视频。确实啊，我不是房地产分析师啊，那种没有这种资质，视频就被下架了。同行竞争真的是很可怕，我以为就我们曲艺界呢唱唱评弹，没想到他们买房子的还要斗得这么厉害。在视频的最后，我再次感谢那些支持我、理解我、给我送上祝福的朋友，谢谢你们。虽然这2天苏州都是暴雨啊，漫漫人生路有你们，从此风雨也温柔。那对那些说我啃老，或者说对我有一些不同意见，或者说不太喜欢我的朋友们，我也感谢你们。人生路上正因为有了各式各样人的陪伴，我的人生才会变得更精彩。也祝福你们生活过得越来越好。海个朋友们，这条视频就带给大家，再会。